做伙读圣经，今仔日8月28，咱做伙来读以西结书第6章到第11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6章，上主甲我讲：人子啊，着面以色列的众山，传达我的信息，讲以色列的众山，着听至高上主的话。至高的上主对大山、小山、山沟、山谷安尼讲：我要用刀剑毁灭恁的山头段，这段要受拆毁，香段受拍碎，受杀死的人要倒伫恁的偶像的头前。我要甲以色列人的身躯迄伫因的偶像的头前，将恁的骨骸压煞伫恁的这段四周围。无论恁住伫什么所在，恁的城镇拢要变做荒埔，山头段拍远直到这段荒废，偶像受拍碎毁灭，香段受斩断，恁所做的一切拢要受除灭。受害的人倒伫恁中间，恁就知我是上主。我要甲恁留一寡人，互因逃脱列国的刀剑，分散去逐所在。迄时，遐个脱离刀剑的人，伫受放逐的所在，要想起我，了解我，因为因的不忠悖逆，以及心目乱无偶像，内心艰苦，因为家己所做小的歹事，厌恶家己。因要明白我是上主，我讲要讲在的，互因，毋是讲假。至高的上主安尼讲，你着参骹长手讲，惨啦！以色列因为做小甲做互人厌恶的事，要死伫战争、妖恶甲瘟疫。伫远的所在的人，要因为瘟疫来死；伫附近的人，要因为战乱来死；留落来的人，要因为饥荒来死。我要伫因身上拼尽我的大生气。因受害的人的身躯要四散伫因的偶像中间，伫因的这段四周围，伫每一座大山、小山的顶面，伫每一丛青翠的树甲茂盛的橡树骹，就是因万偶像献芳芳的祭的所在。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我一定要出手攻击因，我要互因的地荒废，对南方的旷野一直到北方的底别拉城，以色列人住的所在拢要拍远。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第7章，上主对我讲：人子啊，这就是我至高的上主要对以色列人民宣布的话。终局到啦！以色列国四境的终局近啦！以色列啦，你的终局到啦！我要对你发大生气，我要照你的行为审判你，要因为你所做通厌恶的事刑罚你。我无要怜悯你，无要同情你，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照你所做通厌恶的事刑罚你。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至高的上主佮讲：看咧，灾难话一个接一个临到，你的终局近啦，你的终局到啦。看咧，你袂走闪得啦。国内的居民灾难临到啦，死到啦，日子逼近啦。山顶的这段要有混乱，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我真紧就要将我的大生气拼伫你身上，将我的生气拢拼互你。我要照你的行为审判你，要因为你所做通厌恶的事刑罚你。我无要怜悯你，无要同情你，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照你所做通厌恶的事刑罚你。安尼，你就知甲你刑罚的是我上主。看咧，迄日来啦，灾难已经到啦。
骄傲已经不艺，官仔已经开花，强暴兴起，变做刑罚歹人的官仔，因所有的拢要无去，财富、尊贵拢要失去。死到啦，迄日棍啦，骂人毋免欢喜，骂人毋免伤心，因为上主的大生气要降落伫因众人身上。无一个卖主会当活到甲伊卖出去，会买转来，因为上主关系即个人民的义伤一定袂废止，无人会当伫家己的罪恶中保全性命。因本扫角，军器准备好势，毋久无人上战场交战，因为我的大生气要降落伫众人的身上。上主讲。城外有战争，城内有瘟疫，饥荒，伫田野的人拢要死伫倒下，城内的人拢要病死、饿死。因中间老人逃脱，活伫山顶为家己的罪，亲像山谷中的粉鸟哀怨吐气。因逐个人的手拢无力，行甲骹酸手软，因要穿麻衫。规人惊吓摇摇喘，逐个人拢剃光头，见笑无面子。伊要将金银撇伫街路，亲像等粪扫共款。伫上主发大生气的日，金银无法度解救因，因为金银袂当满足因的欲望，袂当互腹肚食饱，颠倒互因跋倒犯罪。因捌夸口因水的珠宝，佮用遐个珠宝铸造通验恶的偶像，所以上主要互因看家己的珠宝做污秽的物件。我要互外族人甲伊抢夺，叫匪徒甲伊抢劫，因要甲伊拍拉衫。我要命外走毋出以色列，出在我城的所在受亵渎，互强盗入去亵渎。人仔着准备好势，因为逐所在拢有杀人流血的事，逐乡镇充满强暴。我要互上凶恶的民族来占因的厝，互列国亵渎因敬拜的所在，互强暴的人袂阁唱笑。灾害到啦，因咧求平安，毋久无平安。灾难了后，阁有灾难。歹消息煞接歹消息。因找先知求异象，毋久无路用。这时无阁有教导，长老嘛袂当甲人民指导。国王悲伤，领袖失望，人民惊甲皮皮纸。我要照因的行为办因。照因判断人的方法，甲因审判，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第八章，第六年6月初5，我坐伫厝内，犹大的众长老坐伫我的面前，只管上主的气力充满我。我观看的时，看见一个亲像人的形象。伊的腰以下亲像火，腰顶悬，亲像画丝的金属遐尼光。伊伸出一支亲像人的手揪我的头毛，伊的神甲我举悬到空中，伫异象中，伊的神带我去耶路撒冷圣殿内埕的北门门口。伫遐有一个座位，顶面坐惹上帝生气的偶像。伫遐我看见以色列上帝的荣光，甲我伫加巴路河边看见的相款。上帝对我讲：“人子啊，你看北边。”我就举头往北看，看见这大门的北边，伫入口有一身惹上帝生气的偶像。上帝阁对我讲：“人子啊，
你有看见以色列人伫遮在做甚物？因伫遮做极通厌恶的代志，逼我离开我的圣所远远。毋久，你会阁看见比这阁较通厌恶的事。伊带我去外埕的入口，我一个看，墙壁有一孔。伊对我讲：“银子啊，甲墙壁挖通过。”我一个挖通过，就看见有一个门。伊甲我讲：“入去，看因伫内面所做通厌恶的歹事。”我就入去看，我看见四面的墙壁，刻逐款伫涂骹得烧的画面，甲通厌恶的走兽，嘛有以色列人拜的偶像，有70个以色列的长老徛伫遐的像的头前。沙番的囝亚撒尼亚嘛伫遐，因逐个人手捧香炉，香会烟称悬。上帝对我讲：“银子啊，你有看到以色列的长老，因逐个人暗中伫充满偶像的房间在做甚物？”因讲：“上主看袂着阮，伊已经弃杀即块土地。”上主阁甲我讲：“你会阁看见因做真可恶的歹事。”然后，伊带我去上主圣殿的北门，伫遐有一群妇女坐殿，为达摩斯神明祷告。上主讲：“银子啊，你有看见无？你要看见比这阁较通厌恶的歹事。”伊阁带我去上主圣殿的内埕，伫圣殿的门口，伫祭坛甲走廊的中间，大约有25个人，脚只往圣殿面往东边拜日头。上主甲我讲：“银子啊，你有看见无？你看，犹大人伫遮所做通厌恶的歹事，减是小可。因伫全国逐所在做公仆的事，一再叫我生气。因阁举手机转往耳仔，用安尼侮辱我。所以，我要对因发大生气，无要可怜因，嘛无要疼惜因。就是讲，因伫我的耳孔边大声呼求，我嘛毋听。第9章了后，我听见上帝大声话：“恁正会负责刑罚这个城的人，来，逐个人带杀人的武器来。随时有6个人，逐个带杀人的武器，对圣殿外埕的北门过来。其中有一个穿幼麻布做的衫，腰有写字的笔甲墨。因进前来，徛伫东的祭坛边。本来停伫天使基路伯顶面的以色列上帝阳光，升悬到圣殿的入口。上帝叫迄个穿幼麻布的衫、腰带笔墨的人来。上主对伊讲：“你去，行透全耶路撒冷城，甲遐个为着城内所发生通厌恶的歹事，咧吐气啼哭的人的头额做记号。”我阁听见上主对其他人讲：“恁着缀伊的后面，行透全城，下手杀人，毋免可怜，毋免疼惜因。无论是老人、少年人、少女、妇女甲囡仔，拢着杀死。毋过，毋通杀遐个头额有记号的人。对我的圣所开始下手，安尼，因下手杀伫圣殿头前的长老。伊对因讲：“得甲圣殿的埕堆满尸体，拍拉三圣殿。现在就开始。”因就出去，开始伫城里杀人。因伫城里伫杀人的时，我一个人留伫圣殿，我面拍伫涂骹哀求，讲：“至高的上主啊，你真正要将你的生气摒落伫耶路撒冷，甲以色列所剩的人拢消灭死无？”伊因讲：“以色列人
犹太人做大恶结，全国各所在拢有太人闹血的事件，犹使人充满不义。因讲，上主已经弃杀这块土地，伊拢无咧插我，所以我无要可能，无要疼惜因。因安怎对待别人，我嘛要安尼对待因。后来，迄个穿幼麻布的衫、腰带闭目的人倒来，将这个事向上主报告，讲我已经照你的命令去做啦。第10章，我观看见伫天顶基路伯头壳顶的弓枪顶面有一个形状亲像用拿宝石做的宝座。上帝对穿幼麻布的衫迄人讲：“你入去，对基路伯下面的链仔的中央，摕得倒的火炭出来，放伫双手，也伫全耶路撒冷城。”我看伊入去的时，基路伯徛伫圣殿的南边，有云彩充满内庭。上主的阳光升悬，离开基路伯，停伫圣殿的入口。有云彩充满圣殿，上主的阳光发出的光辉充满规个城。基路伯的舌发出的声，亲像全能上帝在讲话的声，伫外城嘛听会到。上主吩咐穿幼麻布的衫迄个人，对基路伯下面链仔的中央提火，伊就入去，徛伫一个链仔的边仔。其中一个基路伯伸手对基路伯中央摕一寡火，下伫穿幼麻布的衫迄个人的手中，迄个人摕着就出去。遐个基路伯的膝骨下面有手，看起来亲像人的手。我看见这个基路伯的边仔有4个链仔，每一个基路伯边仔拢有一个链仔，链仔亲像宝石发光。4个链仔的外形拢同款，每一个链仔亲像内面各有一个链仔。4个链仔振动的时，拢会当对逐边直行，毋免转弯。因往倒一个方向行，拢毋免转弯。基路伯规身躯连脚趾、手、舌，甚至每一个链仔四周围拢是目睭。这个链仔照我听见的叫做得当的链仔。每一个基路伯拢有4块面，第一个是牛的面，第2个是人的面，第3个是狮的面，第4个是鹰的面。基路伯飞上悬，这个是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画面。基路伯行的时，链仔嘛伫边仔行，因踢开舌飞悬离开地面，链仔嘛无转势离开因身边。基路伯停地，链仔嘛停地。基路伯对地面升悬，链仔嘛做伙升悬，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链仔。上主的阳光离开圣殿的入口，停伫基路伯的顶面。我看见基路伯体息飞悬离开地面，链仔嘛伫因身边。因停伫圣殿东门的入口，以色列上帝阳光伫因顶面。这个是我伫加巴鲁河边所看见，伫以色列上帝下面的画面。我知因是基路伯。每一个基路伯有4块面、4只舌，舌下面有手，看起来亲像人的手。因的面的模样就是因的形状甲款式，甲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面同款。每一个基路伯拢会当对逐边直行。第11章，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带我到上主圣殿东边的正门。我伫门的入口看见25个人，其中有
押索的囝亚撒尼亚甲比拿雅的囝比拉提，真两个敏感的领袖。上帝甲我讲，人子啊，因就是伫城内图谋邪恶、出歹主意的人。因讲，现在还毋是起厝的时，即座城亲像鞋啊，咱亲像内面的肉。所以，人子啊，你着讲，着宣讲指责因的话。上主的神临到我，伊对我讲，你着甲人民讲，上主安尼讲，以色列人，恁在讲什么，在想什么，我拢知。恁伫即个城杀死遮侪人，尸体满过路。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即座城就是鞋啊，鞋啊内的肉就是恁伫城内杀死的人的身尸。我要甲恁赶出即个城，恁惊刀剑，我要用刀剑攻击恁。这是至悬的上主讲的。我要甲恁赶出即个城，将恁交予外国人，佮甲恁审判。恁要死伫倒下，我要伫以色列的边界审判恁。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即座城无要搁保护恁，亲像鞋啊保护内面的肉。我要伫以色列的边界审判恁，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恁无遵守我的规例，无顺坦我的命令，颠倒照恁周围列国的规矩去做。我拄在宣讲的时，米人仔的囝比拉提忽然死去。我面趴伫涂骹大声喊：哎！至悬的上主，你要将以色列所剩的人拢消灭死无？上主对我讲：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谈论你的兄弟、你的亲族、你的同胞，就是所有受放逐的以色列人。因讲，遐个受放逐的人离开上主真远，上主已经将这块土地赐予阮做产业。所以你着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我虽然将以色列人放逐去遥远的列国，甲因分散伫逐所在，我犹原要伫因住的所在做因暂时的圣所。你着去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我要对万民的中间调节恁，对恁四散去的逐所在组织恁，将以色列的土地搁赐予恁。受放逐的人倒来的时，因一定会拄起所有通厌恶的偶像，甲通痛恨拜偶像的事。我要互因合一的心，将新的神放伫因内面。我要对因的身躯拄起亲像石头遐尼硬的心，搁想使因亲像肉遐尼软的心。安尼，因就会遵守我的规例，顺坦我的命令。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因的上帝。毋过，心里爱通厌恶的偶像，甲伊爱拜偶像的事遐人，我要照因的行为甲因刑罚。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基路伯提开室，咱啊对伫因身边，伫因的顶面有以色列上帝阳光，上主的阳光对城内升悬。停伫城东边的迄座山顶，伫异象中，上帝神甲我举起来，带我去受放逐伫巴比伦的同胞遐。了后，我看见的异象离开我，我就将上主指示我的逐项事，拢讲互受放逐的同胞听。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西结书第6章到第11章。